老實講一句啦，作為一個33歲獨居嘅探店博主，今日我就要分享我最近喺屋企嘅居家好物。不過呢間屋咧，仲有3個月就要講再見啦。係咪啊？因為新屋喺度裝修緊啊，阿芬買嘅。啊，真㗎？第一樣好物啊，係我覺得對我嚟講係非常之大嘅一個突破。電動廁所板，自從用咗呢個板之後，你每一次就覺得，哇靠！原來自己之前嗰幾廿年啊，抿屎係白抿咗㗎。平時咧，如果你齋抿嘅話，你抿唔出㗎。你用呢一個洗屎忽嘅嘢，洗成兜出嚟喎，居然可以。大家咪成日話我揮錢如土嘅，知唔知呢埲牆裏邊咩最貴？嗰個雷達。吔屎同你一齊買100幾蚊，係呢幾位朋友。首先，當年嘅大絕版飛天少女豬事丁嘅呢一個糖膠公仔480蚊。呢隻嘢600。重點嚟啦，呢隻咁嘅冚家，我仲要喺閒魚同人嗌交㗎，因為我同佢講價啊嘛，佢話你喜歡買就買，不喜歡買就拉倒，我就說我。後邊我叫阿姐，你幫我用個小號買翻嚟1080。咩話？呢一個 IP 我覺得好值得收藏，佢太少啦。今年嘅年度壓軸啊！地氈，我哋公司打版嘅8個8，大啲嘅9個9。咁大家都知道啦，一年大概會使6位數去買衫嘅。我成個衣帽間加埋埋有800件衫啦，已經數少咗啦。全部就係用呢個頂天立地架，呢個400蚊。嗱，呢個洞洞板又係200幾蚊，睇下可以掛到咁多嘢。然後跟住大家買呢啲衫架啊，正常咁多衫就一到斷咗噶啦。呢種其實就係不鏽鋼定係乜嘢啫嘛，100幾蚊咋，成間衣帽間700幾蚊搞掂所有嘅嘢。年真係有2件衫我非常之中意，第一件就係我而家身上嘅呢一件，我有肚腩噶嘛，但係一着咗呢件之後可以收肚腩啦，先109蚊，唔平嘅，但係佢質地真係非常之好。然後跟住重點嚟啦，我裏邊着嘅呢一件打底衫啊，佢係一個高領嘅，跟住就會顯得個人就精神少少咁樣啦。39.9 2件，求其襯任何一件外套就 OK 啦。今年廣州我完全冇買任何一件羽絨，一年都着唔到2水，買棉服就啱噶啦，不朽棉同款。你睇下回彈噶，你每揸下全部都係棉嚟噶。呢件衫嘅話，平時直播間起碼100幾蚊，你知唔知我呢件衫幾錢？49.9。嚇！放手啊！放手！佢打劫我件衫，俾佢又如何？40幾蚊。跟住咧就係呢隻龜啦，殺人如狂噶，你試下。真係噶，買翻嚟應該係13,000左右。佢一隻龜就金幣啊，就已經可以揼16個衣帽間出嚟啦。梳妝台，重點嚟啦，護膚品其實都非常之多嘅，咁再多都好，你一定要有一個基礎嘅補水。咁我就好中意用呢啲玫瑰露，500ml 40幾蚊，伊朗原產地認證，而且係有機認證嘅。平時裝喺樽仔嗰度，即係譬如你而家出街化妝之前，你就係咁樣用佢。哇！又學到啦。到咗食嘅部分啦，首先啦，樂家杏仁糖就係過年必備噶啦，然後跟住我仲會食呢一個 Judy 花生醬餅，我覺得太好食啦！我試過好多個花生餅，真係就係呢一個，佢個夾心係最靚噶。嗱，講到鞋櫃啊嘛，仲有一個我上一年嘅寶，大家記唔記得我呢對純牛皮嘅寶琴士？真係軟到不能再軟，我同你講，2位數幾廿蚊。最後分享埋呢個櫃啦，呢個櫃諗下百幾雞，幾好裝啊呢個櫃。嗱，標個全部放晒喺度，噼哩啪啦咁樣噶啦，真係噶，我都唔使啲賊入嚟兜路啦，直接喺個廳嗰度攞走得噶啦。呢個小葵4重奏啊，好似係100蚊有找噶。100蚊有找。嗱，咁至於廚房好物嘅話咧，第一大博朗嘅煲，第二個就係我覺得洗碗機係好重要。跟住嚟啦，我個雪櫃我同你講，第一個推薦嘅花膠我唔少得噶啦，即食花膠嚟講，兜兜轉轉咁多個牌子就係官盞係最好，而且佢而家用嘅呢一隻金蝶膠啊，食完之後你可以成個戚上去咁樣嘅，好似撞鬼咁。黃嘉怡講得啱，你一個人住就要自己解決噶啦，點樣樣？我最近喺屋企飲過無敵舒服嘅 E.T. 嘅茶果酒，佢哋有幾隻味嘅，大紅袍、鐵觀音、單重2.6度咋？係啊，2.6。嗰次同阿兜去過嗰啲咩精釀啤酒節啊嘛，就呢一罐 E.T. 嘅酒6個幣1杯，1個幣10蚊，好香。佢個大紅袍襯晒所有嘅嗰啲果味出嚟，大推薦。2026年開年嘅第一個我最愛嘅酒，肖氏嘅荔枝酒。我最近傾翻嚟嘅就係100幾蚊有3支，嗱，跟住大家可以睇一睇啦。沖涼液係非常之得，最好用嘅係呢個碌柚葉嘅，佢好香，仲有奧雪嘅。今場直播我賣嘅呢啲所有嘅品係今年最後一次賣啦，全部都可以喺我直播間度揾到嘅，大家入嚟啦！